来回头继续来关心这个高雄的兴达电厂，因为人为的疏失，造成着全台湾大停电，影响549万户来失电。尤其是南部的科学园区，这个受损的金额恐惊会来到100亿。那高雄的六合夜市有1/4的店家，因为无电无法度做生意，这个损失嘛唔知影要找食来讨才好。 昨暗时的六合夜市啊，停电暗蒙蒙，店家为着要做生意，用乌多摆的车顶来当作是电火。差很多哦，都没有生意啊。对小摊商来讲，兼做一工了一工，高雄地区恢复真慢。以六合夜市来看，估计170间摊有1/4无开店，另外开餐厅的嘛真无奈。 日头早进一大批海产，不过规工干那卖两个便当278块，一工得了10几万，想要请问这条钱爱找谁来讨？我们工厂一个月电费是20万好了，那你打9折是，我们还要付18万。那请问一下，2万块根本连那个基本的员工薪资都不够啊！那我不知道他打这个是要干嘛？台南中西区咖啡店的业者讲，店内停电6点钟，期待无法度叮当，业绩敢若剩2-3成。营业额来讲的话，昨天至少少了1半以上的营业额。 这摆台电管理出包造成大停电，经济部统计，全台湾62座工业区有48座拢受影响。科技产业园区以南部影响上济，总共521间厂商停电。园区包括南马溪、前镇、高雄软体园区等等，阁有成功园区营运拢受到影响。市场估算损失恐惊有几啊百亿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